过来乡亲啊，拢到即摆这个时阵啊，用假检警这种诈骗的老步数，竟然要法度骗到真侪钱哦！这个诈骗集团的基房是设伫咧桃园，专门来经南部偏乡独居的老大人，甲因骗讲因的口座有不法的资金入来，卡到洗钱的刑案。若无甲钱领出来交互检警来监管，口座就马上会去互锁起来。险这老大人就爱甲假金铺啊、金融卡，或者是现金，放伫咧徛家外口的盆栽、电箱，或者是庙边，啊，车手才出面去摕。彰化都有一个70外岁太太，互伊哈甲外要惊死，配合指示，互骗10外改，总共互骗走3300万。一个乌子桑头毛拢白去啊！一边接电话，一边向前行，看起来凶凶公公。等伊走远啊，有一个穿黑色的衫、戴帽啊、挂喙暗的查甫人就出现啊。伊先伫路口行过来行过去，一看无人就向电筒迄边行去，甲乌子桑太多藏落来钱，全部拢摕走。诈骗集团基房是伫桃园，专攻击南部偏乡的老大人，尤其是一个人大。用旧部所骗因讲，因是司法警政机关的人员，老大人的口座有无合法的资金，而且和刑案有关系，要求老大人甲假金铺啊、金融卡或者是现金，照因的指示，去居民家厝周边的卡达店、盆栽、电筒，或者是庙寺边啊，若无照做口座就向停起来。3月到7月，15个人向骗，拢总5000万。交给警方来监管，来洗脱他的嫌疑。那这些长者可能就是怕避免被诉追，好，所以就听从他们的指示行事。一个大彰化70外岁欧巴桑，去互骗10几摆，拢总是3300外万，某人一摆来去互骗100万。诈骗步数毋是新的，但是嘛是还有人去互骗，一定爱提高警觉。